我见他心欢喜，他见我生怒气，尤其装作夫妻呀，我金旁与他去生离。官人，请坐。你不是我早些说了。官人，你我夫妻之间，难道是连个称呼都还没有了吗？我叫你官人，你理该叫我娘子。我啥子叫你相公，那么你也该还称我一声小姐。事上你将来有了功名，我啥子称呼你老爷，那么你也该还称我一声夫人。哼，夫妻之间连个称呼都还没有了，真正岂有此理！京城之日到离乡，实得我欲去难开呀哦，娘子，常言说得好，有理不言之。来，娘子请来见礼。好一个有理不言之！来，中间一礼，请坐啊，请坐。啊，娘子，你如此差飘香小楼，叫我上来有什么事啊？啊，官人，你在书房这人，在书房嘛读书啊，读书。难道是要立业用功吗？你可知苏秦原谅此故哦？他倒比起古人来了。啊，官人为妻有病与阿人，你可知自卖人夫人当富贵？你可知只有千岁把兵所看，900年前破江乱，一日3世风都到，为丈夫理应该把书看。你可笑姜太公把人女本王，我望你本人是少年郎啊！你可知甘露水为丞相，那甘露乃是官民香。你是甘露对民香，难道罪我谁不偿？并不是自你是不偿，为妻乃是一方。你是比方倒也罢了，那么叫我上来到底有什么事呢？官人，我见你总是愁眉不转，不知道官人你是为
这是我么？个人是与个人啊是，我的心是有财神知啊，别人的心事我不知，你官人的心事我俩知一二。有人知我心头事，除非碰到老先生，我兰真一不爱二不痴，我从小读过圣言书，我要睬你官人心中事，我要做红道的老先生好，你既然夸口，那么你倒猜猜看。我见你众人知啊知，莫不是你为相软公啥鬼子？我吟唱舌道无从数，何其算公三归啊子，莫不是你离家十九是啊相亲，一日在外十二日，男儿应有四方子，何须挂虑家乡事啊？莫不是你嫌我娘们势利的，我难陪你演郎兵不知。你娘家一朝天下对本朝，我好比苦等高攀你上不是莫不是你嫌我懒真脏啊脸啊少，害得你官人伤面子。你有十里红掌到严家，就是城里城外呀层层子。莫不是你嫌我懒真用马车，我难陪你郎一在子。夫妻凄苦用银能，我放你娘子美貌生心事啊！夫人休得取笑，他这不是来拿我是，我懒真难猜他心中事。官人，我才是猜不着了，为祈祷可有一比？你将我比出何来呀？官人
问，你官人啥有千金担？我为妻分条500斤，问君别你乃是你快把真情事说来我听啊！我到今人生贱女，才知他父女两条心，遇到皇帝才拔草，才知道所托为盘黄金，兰真非我是真情，我岂可为他一片心。我心不相见，情还情，娘子官人，你他母是哪里人？官人，你们是杭州人士？非也，我不知钱塘是南京。怎么，官人你是南京人士？不信账来我本什么？本讲啊？本什么？哎呀！越想真经是他听，怎奈他又是妻子又是畜生，逢人是三分话，为国前跑也变心，咱一了华夫华比难华国，此人此面不真心，越想真经与他讲。为不他心是我心，爸爸，我伤心更伤心。岂可把路讲真听？世上哪有你这种奇人？结冤家，半句迎来半句呀，我兰真不是当初的自良，那冤家不是真情话，不由我都是为我心挣扎。他若言不语心慌张，他定有心事不肯讲。他说道不是钱塘子南京，不信账来本。哎呀，这本事下面有文章。哎，官人啊！
呀，你真人面前莫失讲，在家人面前你莫细呀讲，你欺人不把真情实，我问你呀，又是谁上梁我今日不问他真情的话，好是个人挂心肠。我不带侍女下楼去，我要到书房去问官家。往事悲鸣的快意，批评读书明是非。我赶到书房，他把书房门都紧闭了。哎，我还是回房去吧。哎，哟，我刚要回房，他倒在里面谈起来了。哎，不知道谈的什么，待我来听他一听。张一道要知幸福事，但听口中言。啊，小姐呀，小姐，哎呀呀，他在楼上不叫我小姐，在书房里到4年起我来了。哎，我们理该要回答他几句。相公啊，相公，娘子啊，娘子，官人呐，官人，兰真啊，兰真，叶勇啊，叶勇，你几次身份要盘问我的心事，小声不说，你哪里知道？为妻不孝，我是特地来请教的呀。不知前当是南京，不幸将来我本心醉。弟弟真贤为宗旨，真勇是我的真名姓。一家人本就天灵落，恨只恨朝中拆进人，京城上殿去黄贼本，在我前家一门门，到如今我天也茫茫失去本，那举目不见一情人，蛟龙金币千岁亏我满腹恩怨红深深。听他言，我好伤心。
老官人呐，你休别离，你莫伤心。你亲人还有我念来真，不知道今人是哪个你说出来，我兰真与你是八元生。我的京城倒也罢了，提起京城年松啊，我骂你这老臣。走马去，我出来了，你骂他做什么？骂你京城老年啊松，你妄引霸道在朝中，你言爱重量多少，却战胜我部心太凶。你以为战草一枝啊根，偏偏倒成无真啊用。小生杀在林永志，停在你京城老年松啊。听此言来万兄，我怪身堂上老祖宗，你不该缺杀忠良成元士，你斩草之根要害真勇。既然是真你娘家冤仇大，你为什么将兰真的终身去许真用？怪不得他见我像眼中钉，夫妻到老不容。年四万啊，年四万，怎么请弟弟来了？骂你京城年四万，你父子同朝为一样干，将兰真终身许陪我，你要靠本事也难上难。小生啥有出头噻，我将你父子一起斩。哎呀，我听此言来，心惊胆寒。他要斩我年四万，这妇女总有妇女情，我兰真做人好为难。老弟弟你做将臣哎，我就只能生命冤家在。啊弟弟呀，并非女儿不孝顺，责怪你做人心太干。曹为我啊，曹为我，我去找叔了。骂你见着曹为我，你虚应不是把媒来做，你任用金陵之宝下大媒，我用那清风宝剑向你问过，叶明清啊，叶明清，怎么你自己人气都骂起来了？骂你见着叶明清，你这狐假虎威的烂小人，我才不应着命令之，这乃中间不平人，小生啥有高贵主，叫你弃官下泽去从军啊！朝中之人多骂人，不知你还要骂谁人？你来争，你来争！怎么骂起我来了？这真岂有此理！谁不应娶你，你来争？可惜你生长在年富啊妹，总算你对我是真心啊！只来这出生之女这成婚。免得谁有留跟着你一封信书太娘们，好气，好气！听此言来怒气生，世上有此父亲生。
家呀，你虽没有夫妻情，我兰真待你是真心。常言道，事不三思要后悔。我还是今晚与他去巴黎。陪我举手将门敲。瓦房敲门的是谁呀？兰真来了。兰真，哎呀，我在苏妈妈求人，忽然来了你兰真。我心急当作心宽呀，加倍笑脸去笑你。本人开门呐。哦，娘子稍暂，我来了啊。哦，娘子，请进来边。本人请。娘子，请。娘子，请坐啊。本人请坐啊。请问娘子，你还是猜得到此？哎，还是到此已久啊？哦，你问我吗？哦，我么是猜得到此，我一到就叫你开门的。哦。你是猜得到此，一到就叫我开门的呀？哎呀，还好啊。哟，他到又背起夹子来了。官人，你在书房做些什么？读书。读的什么书？是书经的书。你可否背几句给我听听？客儿从来我心儿了，读过诗书却忘记。官人，你忘记会听我倒有几句记上你。我的书原来两样的。一样的。两样的。你不信我背给你听？不要听。官人啊，我这个人啊，倒有个脾气，人家要我背，我倒是不肯背；人家不要我背呀，我是偏偏要背。好好好，那你背，你背，你背。好好好，那你听，你听，你听着。哎，啊，小贼呀，小贼，是称小贼，好不懂道理。娘子啊，娘子！咦，谁叫你娘子嘞？兰真啊，兰真！哦哟，史书上面到你兰真三个字了。哎呀，官人，别人书上没有我兰真的名字。喏，官人啊，你的书上是有我兰真的名字啊。好好，你背吧，我总不要听。你几次三番要问问我的心事，哎，小生不是。你
自然不孝了。我不知前当时南京，在路上招待你说过了，我是南京人嘛。我不姓张来奔，那冤家做事不小心，我拦人做事要帮客人有儿平。两旁快来无言人，我随手关好两扇门。哎，你将门关起来做什么？我们是背书给你听呀。好好好，你背只管背，我这掩耳不听了。你再听下去。我不是前当是南京，我不姓张来，我本姓曾。我弟弟曾姓为宗子，曾用是我的真名姓。我一家人本乡天冷落，恨之恨朝中为出奸臣，奸臣上殿皇子本，宰了我人家一门门。哎呀，你娘子啊，哎，史书上面没有这种史书经的呀。第七进城当然罢了，第七进城我骂你女送啊老子，我骂你今日老严嵩，你王英霸道是在朝中，你才爱忠良有多少？你却在我不是心太凶，你为斩草根一枝，偏偏逃出我真用。小生洒水凌云子，我定在你今日是老年送。你是来啊，你是来！我骂你今日年4万，你父子同朝为一样奸，你把男子终身许配我，你要靠本事中淮南，小生啥有出头日，我把你父子一人斩，找不我啊找我骂你今日早问我，你去年夫是把妹来做，你人用金银知道谁大妹，我是清风高见，再问我有没有亲啊有没有亲？骂你今日有没有亲？你是富家富贵的烂小人，我才会做你命令子，事不到中间不名分，小生啥有高官做，我将你屈官下泽去从军。还有一个小金人啊，是谁来争啊？你来争！哎呀，我不应娶了你来争，只可惜你生长在几十年不满啊！
人之女，真成亲。你的十月六跟我向你一封休书给娘问，真用你好，我兰真没有带出你愿报的心太狠，你无情来我你还有什么夫妻情？也罢，你来去，哎呀娘子要到华堂禀父亲，哎呀你娘子。你是念夫妻之情吧？有什么夫妻之情？这真岂有此理！娘子。谁是你的娘子？莫道真用夫妻意，真奈我血海深仇心头心，错把你娘子当亲人。看着心将我气，又招啥谁凌云子？你是一封休书将我离，今日你落在相国府，我看你差此也难飞。娘子。将死不救，心我谁？娘子啊，你我到底是夫啊夫？你杀到华堂去禀告，亲手杀了你丈夫。娘子啊，夫妻终于夫妻情，还望娘子来偿是我娘子情呀。家来。
亲与祖，我难求一日的亲丈夫。哎，两家生死要我定，那阎王好比我难怎来做啊？我祖母学生杀人。